早晨，大家好，今日由世紀21羽田地產 Judy 為大家介紹太和區一個屋苑，呢個係翠怡花園，實用面積係286尺嘅兩房單位。好，有屋睇睇先。方正大廳，冇走廊位，非常之實用。廳望出去係市景，對面係太和火車站。呢一邊可以擺放梳化，對面呢一度可以擺放電視機。房間業主將佢改做子母房。呢一邊擺放5×6嘅大床，床下面亦都有好多嘅收納空間。另一邊房間改做衣帽間，有2個置頂嘅大衣櫃。廚房採用開放式，呢一度可以擺放雪櫃、洗衣機。浴室有窗，空氣流通。翠怡花園位置優越，鄰近太和火車站，由呢度行過去只需要數分鐘。附近食肆林立，鄰近有街市、一田百貨公司，一般民生需要齊全。呢個單位業主意向係放售，有興趣嘅朋友請向世紀21羽田地產查詢，多謝。